我应该那些，咱按照用做好。但是人生过程中，给当物质，这个下辈子当物质，物质始终是快乐在，物质是快乐，除非你是有心有情，有情有心，去叫有对心，哪里物质你可能就是快乐。所以一部离奇心后面就是走中啊。那比较好啊，就来看看这个题，哦，我告诉这个红，你看他那个诚意，他是无私无畏的牺牲奉献出来的。你看我们他这边有一个华体通嘛，选华体通，那这个价值就是他，那你有经济环境的话，你就去走进，你走进去了再作用嘛，要不然他在他不会需要我，你作为收了，将有的需要在爱他我，那我说什么风箱啊，这是一个拉一个进一个出，那就叫我从这个风险到底。人生不能所以讲这些故事的其实最后一都是蛮好的。你讲这样这些年轻的东西有意思，所以有个蒋经国，总统蒋经国他讲过一句话，这本也是他发现这些人讲，有几件事情，你如果牺牲你享受的，一件事情这个让牺牲的，你也要求最好你得要求一点牺牲。而且这个物质这样子，以后都是就是香港的。属于农民来的，到底发展，其和东西应该，到底发展才是相对发展，起码应该活，所以你得到知道才能够融合上，这点我们一定要肯定。讲了这么多，我们来欣赏一首歌。但是这首歌我要问诸位到底重点在哪里？好，一遍听啊。